今仔日上帝话记载伫旧约的圣经传道书第3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13节。旧约的圣经传道书第3章第1节，若显着咱三甲来看，上帝话安尼讲：天的万邦拢有伊的期，万行事拢有伊的时，有出世的时，有死的时，有栽种的时。有拔出所栽种的时，有胎死的时，有医好的时，有拆毁的时，有起造的时，有啼哭的时，有好笑的时，有哀惨的时，有跳舞的时，有喝石头的时，有捡石头的时，有通抱的时，有唔通抱的时，有找到的时，有失落的时，有保守的时，有放杀的时，有拆裂的时，有补天的时，有静静的时。有讲话的时，有疼惜的时，有怨愤的时，有交战的时，有和好的时。做工的人，伫伊所落落的，有甚物利益啊？我有看见上帝所予世间人的落落，互因伫迄中间来练习。上帝造万物，各照伊的时，诚做美妙，各将永远的观念下伫人的心。总是上帝对头到尾所造成的，人袂会测度伊。我知对中无一项较好，伫一生快乐，搁行好，搁人人也食也啉，伫伊一切所落落的来享福。这也是上帝的恩赐。以上愿耶话会当因为安尼得到心灵的透荡，得到喜乐。愿上帝保守每一个人。这个时阵，咱有请张依伦牧师来给咱正道。张牧师今仔日正道题目是“看拢无，看破，看透透，看拢无，看破，看透透”。兄弟姊妹平安。今日早起来教会的时阵，差不多9点就来啊。迄吴长老板，他就问我，伊就问我讲啊，看到大家应该足侪人你拢无熟悉吼，我讲无啊，足侪人我拢熟悉啊。杜爸爸、左叔叔啊，很多人我都认识，足欢喜甲因打招呼吼。然后慢慢的，足侪人我真正是无熟悉吼，所以我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吼。我对足细汉的时阵，就伫遮大汉吼，差不多足细汉的时阵，所以足侪长辈看我大汉的吼，很皮的时候，在调皮的时候，在主日学吼，青少年的时阵，然后就看着我长大吼，那我现在所以你们看到我，应该也看到我，就是也慢慢的长大变老吼。然后，但是我的台语一点都没有长进吼。我的台语实在是无啥认得的原因，是因为咧，我即摆伫咧马街医学大学，就是马街医学大学，我在做学生工作。我规工就是甲迄个青少年、甲学生咧开讲吼，传道、传福音、读圣经吼。但是很高兴吼，真欢喜今日会当来遮甲大家分享。今天的信息，虽然我的台语没有很好，所以可能国台语会夹杂，但也许今天不是我在对你们说话而已，也许今天也是上帝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将今日对头到尾的信息，拢交托伫你的信手，互讲的、甲听的，拢得到帮助，交托伫你面头前，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今天也选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题目吼，就是用台语来讲是看无、看拢无、看破还是看透吼。唔知影你即摆现在是你拢看拢无，还是你看破，还是拢看透透吼？好，看拢无。我对我7岁的时候，就是小学1年级的时候，我就近视了。那我就跟我甲学生讲，啥喏我会近视呢？因为我很小就开始念圣经，当然不是真的吼。好，不能说谎好。
，anyway 就是，我做细汉时阵我有近视了。然后我的妈妈就很担心我，小学的时候度数就一直加深。然后妈妈说：“你就不能一直看电视啊！”果然我没有看圣经，我在看电视哦。你妈一直看电视啊，你下题爱注意啊，不要趴在桌上啊，不然你的近视会越来越深啊。然后有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事情，觉得我会担心嘛，但是有一天我就发现了一个事实，觉得我不用担心。因为我发觉到，好，我就发现了我妈妈还有很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近视，但是他们到老的时候，因到老的时阵，他们看东西是非常的吃力。他们做一件事情，就是因看物件的时阵，迄个册，搁迄个物件就要拉远，就是要往很远的地方，他们才看得到。那时候我就有一个结论，啊，他们没有近视，所以东西要拉远一点才看得到。那我有近视。我老的时候，我东西不用拉远，我什么都看得到。一点消之下，我的眼睛最后老的时候一定恢复正常。但是在座的各位，若是你有近视的时阵，你一定知影，等你老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近的也看不到，你远的也看不到，你啥物拢看不吼。但是也许不是我们的视力都看不到吼。我唔知你活到这个岁数的时阵，吼，40岁、50岁、60岁、70岁，阮爸爸讲，这个教会有80岁、90岁，足侪长辈吼。我唔知你看这个生命发生的时阵，有时阵你敢会感觉讲，我好像越活越老，但我很多的事情，我可能越来越看不清楚。什么代志嘞？有些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打拼努力，你就会当成功。你若做好代志、好事、正确的代志的时阵，你会有好的回报。有时阵伫咧信仰内底，你嘛会感觉讲，伫咧少年的时阵，若我靠上帝祈祷的时阵，代志一定有变化。还有人生的变化，春夏秋冬、生老病死，时间的进程就是应该这样。但是越活越大的时候，包括我这个岁数的时候，好像生命有一些东西你看不懂，一头雾水，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那来看今日的经文吼，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好，字有比较小，你们要拉远或拉近都可以吼。好，生有时，死有时。你出世的时阵有伊的时间，你死亡的时阵嘛有伊的时间。做这代志咧发生的时阵，拢有伊的时间。但是这个经文很特别的一件事，就告诉你，迄个时间没有主持。阮从来拢唔知影，这个代志什么时阵会发生。说来就来。我上礼拜跟爸爸吃晚餐的时候，爸爸就跟我说。礼拜天就上礼拜天的时候，他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听马心都感口的吼。他就说月梅姐在做礼拜的时候就忽然昏倒啊，因为认识他就做环肉。在去的时阵我有打听，他后来没有事情，今日个活跳跳吼，就基本上现在活跳跳，这很好。但是有时阵破病，讲来就来，身体愈来愈烂。有的时候我也会听到我们的长辈发生了一些事情。心里也会很难过。有时阵，等你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你也知影，什么代志都不在自己的想象跟计划当中。可是，当你活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不止你不知道那个时间，生命当中应该是春夏秋冬、生老病死这个期程、这个顺序，就是应该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不是这样。顶个月，阮好好9月的时候是对，上个月是年底，但是9月的时候我们才迎新吼，大学1年的时阵，大家拢来吼，做欢喜的，做快乐。然后我也很认真的去认识这些新的大学生新生。在2个月之后，我就接到一个消息，我有一个学生骑车出去，伫咧3G。他就要转的时候，有一个计程车很快的
就撞下去了，送到医院已经不省人事，最后2天之后就过世。当我跟他同学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陪他同学，其实我也没有那么认识他，但我听一听，除了知道他的个性也很难过以外，他的同学、他的老师都讲说，他不是应该有大把的年华，18岁，可是却过世了。阮兜嘛是安尼吼，知影阮兜的，阮妈妈伫咧我15岁的时阵，阮妹妹13岁的时阵，伊落，她就迄久的关系就卧床吼。后来想想，当年我们都这样子过了，也没有特别，当然很难过，但是也自然的长大，而且我觉得教会的长辈很多都很关心我们。但是想想我的妹妹，我们家人，尤其是妹妹在国一的时候就应该有妈妈的照顾，或是妈妈也应该享受，也许她可以看到孩子结婚，或是甚至封墓，但你就发现好像事情不是这样。在前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吼，他是医学系的，当年他是医学系4年级。医学系4年级之后，他就要进去医院开始实习。他们在学校4年都要读书，5年级就要实习。有一天，他就打电话给我们，就打电话给校牧师，因为他是我们团契一起问团契的学生吼，他就说我的眼睛变得非常的模糊吼，他就去医院检查。他医院检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的眼睛中风了，也把揪中风。中风当然不是说就应该发生在年长者，但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在一个年轻人身上，而这个年轻人才有大好前程，这个年轻人才正要选科，这个年轻人才预备好好的学习做医生的时候，可是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世界，我们都不知道他的生命到底要怎么的变化。但不止如此吼，这些变化当中，有些东西不只是在个人身上吼，社会在变，世界在变。前几年大家一定没有预期，就是疫情的发生哦。这个疫情的发生，好，不止世界发生，觉得哇，这世界怎么忽然这么大的变化吼？忽然一个病毒就产生吼。但是你敢知影，第一天台湾爆发非常严重的疫情是在万华的时候，而且开始封城。您刚怎样？那天是多几天？好，大家一定不记得，但我要告诉你，全台湾的牧师一定都记得。那天是拜六，所有的牧师在接到封城的时候，他们要想着明仔载要安怎做礼拜，明仔载要怎么用直播，明仔载要怎么用影音吼。疫情爆发，封城还封在礼拜6。如果封在礼拜1的时候，也许牧师就有很多天可以准备吼。这疫情的爆发，也好多人受到问题。我的朋友好不容易他筹措了很多的资金，他开了一个餐厅哦。结果疫情爆发的时候，一开始很赚哦，在淡水这边开了一个餐厅，生意非常好。他也觉得上帝很祝福他的事业，但是没有预期，他也觉得上帝很恩待他的时候。没有料到有一天疫情就发生了，世界嘛在变化吼，我都觉得在座的各位长辈吼，我都在想啊，有没有人可以活一辈子没有经历过战争吼？我相信有些长辈也许甚至还经历过，比如说228白色恐怖吼，这些看似和平但是不平安的时代吼，也许也觉得台湾民主了、平安了，好像可以发展，从来没有想到。我现在打开电视，在看的是多少个军队，多少个台海战争。我们从来都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到底会不会遇到战争。出生的时候你不能决定，死亡的时候你不能决定，好多事情说来就来，你完全不能决定。而当你什么都不能决定的时候，其实啊，好，我昨天问阮爸爸讲，这个台语要安怎读？好，好，可以听到有些声音吼。阮爸爸讲假婚的婚啊，好，不是这个不是假婚的婚哦。好，很特别吼。
圣经里面传道书，静慧姐邀请我讲道的时候，我心里想说，我一开始年初就跟大家讲世界生命多空虚，会不会觉得真的是很不好的兆头不是安尼吼，伫咧圣经内底，再说传道书整卷一直咧重复一件事，就是性命是空虚，就是空虚又空虚又空虚，到底多空虚吼？其实它的原文伊原来的意思是烟，台语安怎读烟吼？对啊，读烟吼，这个字我会使读吼。烟，大家可以想象烟是怎么样？你真的就像你，其实你说你越老越看不清楚，可能你是看得最清楚，因为很多的事物，做这些代志，都不是你可以把握，好像烟一样。其实你好像在看东西，但是你好像看不懂为什么是这样。你看得扑朔迷离，你看得一头雾水。不管是生命会如何发生，上帝会怎么样，甚至像烟一样。你发现你想掌握一些事情，你想把握一些事情，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人有成功，或是成功的抓住某一些机会，但是生命越走越远的时候，你发现做这代志，不是你讲安怎就会使安怎，不是你决定安怎就是安怎，很多事情是你不能把握。可是当你不能把握的时候，当你今摆坐伫家的时阵，有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还有90岁，应该没有100岁，应该没有100多岁吼。当你坐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回顾你的过去是如何回顾。我好常听我爸爸讲，他年少的时候家里很辛苦，他的打拼到现在可以养活我们，我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吼。那是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我爸爸工作的时候，我爸爸成家立业的时候，我爸爸看我们长大的时候，我爸爸现在衰老的时候，我爸爸担心我们的时候。你咧？你看你细汉的时阵会安怎？你看你长大的时阵会安怎？你拍拼的时阵，你的后生、你的家庭、你的孙，你是安怎看你的过去？但是很多时候，必须要讲。很多时候，东西你不能把握的时候，你不能决定的时候，你看过去有一种心情，你会觉得很遗憾，你会觉得很后悔。回头看，早知道那个时候我就投资了，早知道那时候我就不要买股票了，早知道我在哪里买那些房地产，我就是不知道那时候会涨，我就是不知道那时候会跌，我那时候没有做投资吼。早知道台湾后来的产业会这样发展，那个公司会这样发展，早知我就去那间公司，早知我就做这个产业。早知道，早知影我就叫我的后生迄阵要选做这个行业，不要走这一条路。早知影我就安怎教示我的囡仔。当然还有一些难过事。早知道我的家人会在那个时候离开，早知道那个时候会生病，我是不是可以好好的在那个时候，我可以陪这些人，我可以对他说这些话，我可以做这些事情。在很多时候你不能把握的时候，在你看过去的时候，你会想着我里面如果早知道。甚至有时候那个早知道是因为那不是你能控制的，甚至是控制在别人手上，那个人为什么做这件事，做这个决定。还有你搞不好会问一件事情，当你回想你的过去的时阵，我不知道你会问上帝，你在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做？上帝迄阵那个时你啥怎爱做这款代志？也许现在我们都很成熟，每个礼拜在这里做礼拜。但有些时刻，你会问上帝：为什么你让那一件事情发生？当你不能掌握过去，你不能掌握时间的时候，你看过去有好多的遗憾跟重担在里面。但是你不能把握事情的时候，你看未来。我知道做在中辈长辈，这个时候一定在想：我的身体会不会出状况？我会破病没？我破病的时阵。我的囡仔要安怎？我的囡仔会当
好好的长大，有需要的时阵，我会当甲伊帮赞呗。我看过去，我看未来，有好多东西我不能把握的时候，我没有写现在嘛，过去未来。你怎么看过去，跟你怎么看未来，决定了你怎么看你现在的今天。因为你就是悔恨过去的时候，或是担忧的时候，你从来不知道今天这个现在你要怎么去过下去。而现在我们到底要怎么看，或是我们怎么看过去，我们怎么看未来？这里有一幅图哈，这里有3幅图哈。我找了很久哈，我叫 AI 做哈，也做不出来哈。在图片做了很多的图，找了很多的图哈。这搞不好是妈妈们、长辈们比较了解哈，爸爸们我就不知道哈。我细汉的时阵啊，有家政的作业，会做那个裁缝哈，裁缝现在都不会裁缝，小时候会做，家政课比较认真哦。裁缝，然后做那个刺绣有没有？就是要缝一个图案哈，然后另外一个长方形那个也是一个编织哈。那是妈妈吼，但是我不管男生女生吼，你都有概念吼，就是你在做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在缝东西的时候，你要缝得很漂亮，正面看起来你的正面就是做水吼，但那个背面啊，那个线当然不可能很正、很漂亮吼，那个线可能会纠结，也可能不漂亮吼。好，看完这个编织品，这当然都不是我编的吼，看完这编织品到底要做什么呢？好，跳出去讲吼，但是这件事情，咱坐伫家的时阵，我唔知每一天在过，每一年在过。你要过明天，你要做过后天，你为什么坐在这里？你相信上帝什么？你为什么敬拜上帝？我不知道在你里面，你对上帝的想法跟认识什么？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上帝，我花了好多时间跟我的学生讲。你知道吗？上帝是一个创造的上帝，用科学、用理性一代跟你讲，真的有一个上帝，佫是创造的上帝。但今天坐在你们每一个礼拜都来的，你知道真的有一位上帝，而且是创造你生命的吗？但是讲到伊的创造的时阵，你要敢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的角度跟你无同款。我们都是被造，我们生命很奥秘哦。学生在学解剖的时候，还看到你的心，还看到我们的心脏哦，还看到我们的骨骼，他觉得我们的身体真的是太奇妙了哈。你的奇妙来自于有一个上帝，但是这个上帝他不受时间的限制，咱每当我们不能改变过去哈，我们也不能预知未来哈。但是上帝是跨越时间，他是看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而我们再回来那个画，这个上帝很像缝那个作品的，他两面都看得到，他看得到正面，他也看到背面，但我们是有限的，在我们的这一面，我们只能看到那些线路很乱的，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好像那个线路一样，很杂乱吼。很纠结吼，很让人不舒服吼，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的生命怎么会走到这样？我们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就像那些乱糟糟的线路一样，有时候理不出头绪，有时候那会发生这款代志，那会别人会做这款代志，那会上帝会做这款代志。但是如果上帝的角度跟你不一样的时候，而且他是对你的心意有美好的时候，伊两边都看得到。而且甚至设计图案或是穿针引线的，他穿这个位置，线走这个位置，因为他设计出来，你没有看到在永恒的角度跟完整的角度，你的生命是有他的计划的，你的生命是他看为美丽的，你的生命活在这世上是有绝对的意义的，你的生命对你的孩子跟周围，都是他有在你身上好的意，好的心意。咱来读这个金句吼，我的台语没有很好，但是这一句我应该念得出来吼。好，上帝和伊所这一切合，拢真好，佮将永远这个观念下伫人的心。毋过上帝对头到尾所做。人唔通了解，排版排掉了。
电脑果然是不可靠的吼。好，人比较可靠。上帝所做的一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就像那个图案，弟弟，生命内底所做的一切代志，过去、现在、未来都很好，拢真好。虽然我们就在编织的另外一面，反面我们不一定看得到，但你可以相信他在你身上的计划，过去、现在、未来，你不用一直担心接下来，你不用担心你的日子如何，你不用担心身体如何，你也不用活在悔恨过去，因为你的生命在他的手中。那我们现在要怎么看我们的现在呢？简单美好的事物。传道书很特别，我讲这个故事了，咱结束吼。传道书很特别吼，传道书都在告诉你说，生命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把握，你没有办法抓住。但传道书告诉我们说，你可以放手接受，你什么都抓不掉。你真的走了，你也抓不住。你现在要把握决定什么动作还了，你什么都抓不住。但有一些东西是上帝的恩赐，要给咱每一个各位每一个人的。好，我没有印到这个经文。在传道书里面，他有很多次想到上帝的赏赐。耶稣属第一行，他给我们劳苦的工作。艰苦一世人，迄个劳苦实在是做艰苦的，不一定赚到这些钱。但是回顾过去，甚至未来，如果你现在手头上还工作的时候，你抓不住什么，但你手头上过去、现在的工作是上帝赐给你的。第二个很特别，当你抓不住的时候，传道书说，你的性命有一寡代志，你会当抓掉，而且可以把握、可以领受的。伊所讲的拢是做简单。够美好的代志，一件代志，有一些事情吼，吃喝，你啉你吃，你吃到好吃的，你吃到好吃的大餐，喝到一个咖啡，还有一个吼，你可以珍惜的吼，就是人跟人之间，你的家人跟朋友。这到底有什么重要吼？当然，有的时候你活到这岁数的时候，可能有点觉得你没有把握的时候，你可能最珍惜真的家人朋友。我觉得我在这个学校虽然都面对年轻人吼，但是我觉得有一堂课让我想的学的很多。我有一个课吼，叫做它就是解剖课，很简单讲，就是医学生，就是只有医学系医学黑3年级的时候，他要做大体解剖他们要背很多东西我也觉得蛮厉害的。但是当他们在开始这一堂课之前，老师要求他们做一件事，我觉得很特别哦。其实不止我们学校所有全台湾的医学系学生都要做这件事。他们要去拜访大体老师的家属。我讲一下大体老师哈，大体老师就是把自己的身体捐献来，让学生可以解剖。那我们就让学生去拜访这些大体老师的家属。为要让学生知道说，你拿到这些大体老师，你不是把它当作工具，而是他是有故事的。他是被爱的，他是爸爸，他是妈妈，他是兄弟姐妹。而从那个地方，他感恩，他也好好的学习，甚至将来也是知道人的故事、人的生命对我们学生很多的想法跟启发，甚至是他们可能第一次遇到很深刻的死亡这件事情那我就会陪着这一堂课我这堂课解剖课我不会帮陪，但这件事情我会跟着做有的时候我会跟他们去拜访这一些家属们，或是有时候听，我没办法去，我就听那个录音，很特别我听这么多年下来在马街7、8年，你知道吗？我每一次听的故事累积起来，我回顾的时候，他们的孩子跟兄弟姐妹，他们在记得他们大体老师的时候，他们都不是在讲说这些过世的人的成就多么的成功。他们所讲的真的是很小很小的事情。他们过世的妈妈总是记得他们爱吃什么，煮给他们吃。他们记得是全家
围在餐桌的时候一起吃饭看电视。他们记得的是全部的人、全家人一起出去玩的那个旅游的经验，或是他们记得的就是爸爸无论多忙，他就是陪我小时候在打那个电动跟任天堂。咱看起来好小好小的一些事情，好简单好简单的一些事情，但是在因的囡仔，在他们的兄弟姐妹，他们所记得的就是这些爸爸妈妈所做的事。最后，我再讲一个故事好了，还有一点点时间，够几个时间啊！我讲话又特别快吼，所以我们应该讲得完这个故事吼。去年的时阵，我有看到一个 YouTube， 我看到一个影片哦，但是那一个有一个作家有出了一本书，伊在介绍一本册，迄本册可能足侪人嘛看过吼。他是一个医生出来的，他写什么？他的先生台大医院的院长失智了，台大医院的院长失智，但他太太就很勇敢嘛，也是很想分享那个经验。他的先生的衰落，他怎么照顾？这个书应该很多，我看到好多的网络上都在讲这件事情。有一件事情当然是很感慨，一个很成功的人士，很优秀的人士，很了不起，不只是事业很卓越，他是一个很好的医生吼，就这样衰落了吼。失智可能是我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的吼。然后他的太太也是医生，就写下来吼。后来我就看那个访谈，我没有看书，我不看册吼，我就看那个访文吼。那个主持人就问他这个整个心路历程吼，伊讲一开始的时阵，心内是足艰苦，足艰苦，迄是伊的身躯，一个优秀的人，一个成功的人，这样的衰变是让他很难过的。一宿艰苦，最难过的是有一次他要帮他先生开刀，因为卧床褥疮太严重了，而且很危险。他最后当然就平安吼。主持人就说：“你照顾他一定很辛苦跟痛苦吼。”其实他从头的访谈都是很坚强的微笑的吼。他说：“当然做辛苦的吼，很不容易吼，但是每一天有一些小事让他觉得那就是他真的在里面是获得力量的吼。每一天伊的身躯已经不晓讲话啊，他的先生已经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表达，但是他们会一起起床。”一起起床的时候，他们夫妻会摸摸彼此的脸，他的先生是还记得他的，他们会牵牵手，就这么简单的事情。但他的太太说，那是我在里面常常得到的力量。他说，当然照顾他很累，也不是累，他不是抱怨，他说这样照顾他很不容易吼。爱运动又有课表，就每天要带他训练他的肌肉吼。他说他会创造一些快乐的事情吼。带伊出去吃饭，带伊出去佚佗，带伊出国旅游。当然很多的事情要处理吼，也不容易。但他说那是快乐的回忆，是他想要创造跟保留的。伊不是一个基督徒吼，但是伊知影生命的智慧，面对这些衰落的时候，是的，你的成功，你永远不知道你可以延续多久。你的衰退，你永远不知道你何时会衰退。但那些在神的手中，你不知道。但是在这个爱你、创造你、了解一切的上帝的圣手内底，而他有现在每一天、每一天，要互你的稳定，跟你的囡仔，跟你的另外一半，简单的小事，吃一顿好吃的。喝好喝的茶或咖啡，看淡水人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散步，去看那个美丽的风景。我们不知道会怎么样，但你在上帝手里，而我们每一天就来领受这个不一样的礼物。最后吼，当我们这样放手的时候，不抓紧的时候吼，你不是放弃吼，是因为你知道这位上帝，你会当领受更较侪礼物。可能你感觉你看不清楚，我告诉你，你看过去看未来，你会看不清楚。我们就是有那个生命的近视眼，你看不清楚。但是看不清楚，也许就是你的智慧，知影
做这代志，阮谦卑，阮知影，阮袂当了解、明白、掌握所有的事情。但是你看袂清楚的时阵，这个上帝在牵你做伙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在年初的时候，一年的过。有的时候也会想说，一年，我的岁数是会多少呢？我要如何过着我的每一天？我们无法掌握，但你掌握着；我们无法看见，但是你看得见。不止如此，你看得见，你有每一天的礼物跟恩典，在座的每一个人手中。愿你继续的带领他们，让我们存着个谦卑、敬畏的心，还有感恩跟喜乐的心，过每一天，过现在的每一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